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要来开始咱今仔日10月17号的讲堂。今仔早起咱要来请秀玲执事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比听阮的阿爸天父，透早起来，阮的心中充满感恩，因为恁每一天赐予阮的拢是新的日子、新的活命、新的气象、新的稳定。你讲我靠你的，就会当重新得到快乐。阮会亲像鹰鸟展翅飞悬，阮奔走袂野生，阮行远路嘛袂昏倒，因为阮的心中有愿望，更加有圣神所赐的平安甲喜乐，甲阮三角伫地。阮兄弟姊妹，今仔日一切所行所做，拢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这是阮的祈祷甲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阿门。多谢。咱今日耶利米书要来进入到第26章，耶利米书拢总有52章，所以咱读完今仔日，咱就将耶利米书这本读完一半。耶利米书的头前会当看到耶利米受呼召，甲上帝爱伊去到无同款的所在来传讲上帝要审判的信息，总是伫审判中间，上帝犹原要带来稳定，互人会当来悔改的机会。对27章到最后结束的52章，咱看到就是急速的走下坡。耶利米书嘛，互咱看见这个上帝伊要安怎又来刑罚，甚至无来怜悯，无来搁一届手会留情哦。上帝犹原要来执行，一定就要行。总是上帝犹原要有疼惜，要有这个留情，就是伫这个上界危险、灾祸还是艰苦还是受力中间，上帝犹原有互因有稳定哦。所以咱对今仔日26章开始，会当一直看到到45章，这段的篇幅呢，咱看到对耶利米呢的形容变做是第三人称。第25章以前呢，咱看到耶利米是第一人称哦，讲我讲到伊的心内的话。但是对26章一直到要结束的45章哦，咱看到是耶利米变成第三人称，变做伊安怎，的时阵呢，咱大家就当知影，这段就可能不是耶利米用家己的角度来写的，是伊的书记叫伊的书记就是巴路来替伊记录记载这的代志，所以伫伊的身躯边来倒写。而且咱伫今仔日26章到27章、28章、29章，这嘛是咧针对这的先知来责备这的先知啊。总是咱看到不管是对头前还是顶一半还是下半段，咱看到耶利米书伊的排列时间没有照时间序，所以咱会读起来会跳来跳去，总是伊原来有伊跳来跳去的意思，就是互咱会当来去感触这个耶利米伊的心境啦。所以咱如果要照时间来排的时阵呢，咱大概就是耶利米受呼召迄段时间先无看对耶利米对约雅敬做王，就是约西亚的儿子这个约哈斯料就是约雅敬，约雅敬做王开始照时间是从26章、25章、36章、45章、22章、23章、35章按你摆落来次序所以咱看到它是跳脱了次序。另外这个红色箭头就是伫今日26章到昨的25章这个中间就是因头一摆受掠的是巴比伦王攻打礼拜来掠耶路撒冷这个官员这个贵族掠去到巴比伦，然后伫第二摆受掠就是约雅敬35章会着时阵35章是约雅敬35章是约雅敬王第二次被掳的时候然后是大约是第35章然后约雅敬以后就是西底家王，所以西底家王其实在24章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西底家伊的这个出现的照时间的顺序应该是24章、29章、27章、28章、21章、34章也是这样子，没有按照时间序这样跳脱
但是咱看到伊这大概里面他所要讲述的，然后一直到第38章啊，就是西底家王最王的第11年，咱看到这有关西底家这甲亚利米之间，所以读亚利米书，互咱看到伫南国这个上界凄惨的3摆狩猎的中间。到西底38章、39章以后呢，这大约就有按照顺序所以就是西底家狩猎，这个狩猎以后，南国王国亚罗撒冷受毁坏，所以这个国家灭掉，所以咱会当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印象，知道说读耶利米书不是从1章到52章的顺序，而是跳脱，而这个时间点呢，这主要在约雅斤、西底家，最后这3个王来围绕，但是约雅斤几乎没有篇幅，只有讲到他的预言，有一些是在这3个王的阿公跟爸爸，就是约西亚王的身上的时候，耶利米的服侍。咱昨伫这个看到亚利米来预言70年70这个数字狩猎70年，然后这个巴比伦甲这个列国若要受刑罚，这段是第2大段啦。第2大段就是对第2章到45章会当分成10个段落。但跟咱甲第6个段落耶利米的自白跟信息，看到他的内心的深层的改变，甲伊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安尼还看到那个陶匠与泥土已经读了。然后26章到29章是这比这个先知，30章到33章是安慰百姓的信息，34章到39章是犹大行灭亡，然后是40章到45章讲到犹大灭亡以后所发生这些代志，所以我们已经大概会看到，就是在整个耶利米书，他所最要提醒大家来注意的，已经来发生了。今日咱要看这段的第7段，第7小段责备假先知，从26到29章，里面大概有分成几个段落，4个段落。耶利米在圣殿讲到，耶利米警告这些反叛巴比伦的列国要遭受严重的后果。哈拿尼亚跟耶利米也争辩，亚利米来写批写予狩猎去到巴比伦这百姓第29章都在。今日26章原来会当分做5个部分就是伫约雅斤登基做王的时阵，耶利米在圣殿第3次在圣殿传讲预言。然后这些先知听到呢真无欢喜，甲百姓甲亚利米抓起来要甲伊抬死。总是亚利米无听遐，他要百姓改邪归正然后呢，但是伫这亚利米来中间出现了2派的声音，一派认为耶利米该死，一派认为耶利米不应该死。最后呢，有2个传同样信息的先知，就是耶利米跟另外一个叫做乌利亚，拢赶快来宣布上帝的刑罚。但是呢，一个是亚利米伊唔惊死，他就交给大家处置，结果没有死。一个是听到人家要杀死他，就害怕躲到埃及，最后被人家抓回来被处死。所以这是2个先知的比较。咱今日咱特别来进入今日26章但是要来请这个秀玲执事传来读26章，从第1节读到第9节，1到9节。好，26章第1节。约西亚的囝约雅斤开始做犹大王的时，上主对亚利米讲：上主安尼讲，你着去徛伫上主圣殿的埕，将我命令你着讲的话，讲互遐个对犹大逐个城镇来敬拜上主的人讲，连一句都唔通无讲。可能因会听，逐个人会离开因邪恶的道路。安尼我就要改变心意，无要因为因邪恶的行为降灾祸互因。你着甲因讲，上主安尼讲。恁若无要听趁我的话，无要遵循我颁布互恁的律法，无要听趁我派我的仆人正先知来恁遮所讲的话，我一遍搁一遍派因来，恁犹原唔听，所以我要互这间圣殿甲细楼共款，互这个城成做地上万族咒诅的对象。亚利米伫上主的圣殿讲这的话，这时先知甲所有人民拢有听到。亚利米将上主命令伊，就对所有人民讲的话讲煞。这时，先知甲人民甲伊抓起来讲：“你该死！你是安怎利用上主的名讲预言？
讲即间圣殿会亲像示罗，即个城一定会趴远，无人住，所有人民都拢集活来上主的圣殿，甲耶利米为地。好，就是第25章，是上帝对耶利米讲即个70年的信息，然后就对10个国家、民族来宣布审判信息，然后上帝耶利米用诗歌的方式，讲上帝亲像是勇士，佮亲像是后叫的狮，要来吞食，要来攻打，总是也是一方面要来保护上帝子民。然后26章进入到伫约雅敬做王登基的开始做犹大王就是登基啊，这个时间点是伫主前609年啦，所以这个章是25章是约雅敬做王的第4年，所以倒带让25章到26章是倒带四年前啊，4年前所发生的代志，迄当时就是上帝叫耶利米去到圣殿的埕。所以在圣殿的讲章呢，对第7章，然后19章到20章，然后还有就是26章，第3次，有3拜上帝，至少有3拜上帝爱耶利米伫圣殿的埕，就是像宗教人士，就是耶利米的同行，在这些利未人，在有信用的人来讲。先起咧，上帝讲，就将上帝命令讲，互遮个人各逐个城镇来敬拜上主的人讲，一句拢唔通无讲哦，就是每一句也不可省略。所以和本说一字也不可删减。表示讲上帝对耶利米的要求呢，是非常的重要，看重伊哦，因为上帝知影人的软弱，人拢爱讲好听的话，惊讲出来会得罪人，惊讲话去伤着人，所以唔敢讲实话。但是上帝考验耶利米，是毋是忠心讲完整传达上帝信息啦？然后30上帝讲，因有可能会听，因若听，逐个人就会离开因邪恶的道路，安尼我就要改变心意，无要互因为因的邪恶的行为减灾祸互因啊。然后上帝阁甲耶利米讲，就爱安尼讲，上主讲，恁若无要听探，安尼无要遵行，无要听派我派的仆人进先知来恁遮所讲的话，我就要一遍一遍派因，我一遍一遍阁派因来恁犹原唔听，所以要互即间圣殿甲示罗共款，诚做地上万族咒诅的对象哦。示罗，咱伫第7章已经有读到，介绍示罗这个地方，这嘛是过去因伫遐敬拜上帝、属实敬拜上帝所在。纵使离他们现在大约是在300多年、350年前，有叫非利士人来毁灭的，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办法成为敬拜的地方。300多年前，伊就已经上帝教示因啊，因若阁唔听，安尼因即马徛去耶路撒冷嘛，要变做示罗共款。所以耶利米呢，伊就去将上帝和伊的话，就是约雅敬做王的第1年，主前609年，伊就去圣殿，然后对象是第一祭司、第2先知、第3所有人民啊，所有人民这人民包括行政官员官长啊。然后耶利米讲了后呢，在祭司、先知甲人民就该抓起来，讲你开始。安怎用上主的名预言，讲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亲像示罗，所以一提到示罗这个字呢，他们就恼羞成怒，讲哪有可能，上帝哪有可能予这个圣殿，变做安尼，示罗也无所罗门伫遐起圣殿啊，耶路撒冷是所罗门王起的，上帝哪有可能予上帝的囝大卫的囝所罗门起的圣殿，会甲伊拍远拆毁呢？所以人就足生气，因为他亵渎了圣殿。就是他们就认为要把他判刑。好，咱继续来看，在这个百姓的生气中间，耶利米安怎样来回应？就请秀玲执事传咱读第10节到第19节10到19。第10节，犹大的官员听到这个代志，就伫王宫起来上主的圣殿，坐伫上主圣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官员甲人民讲。这个人就甲处死刑，伊讲有缘攻击这个城，恁嘛有听到伊安尼讲？耶利米就对遐个官员甲人民讲：
上主派我传达伊的话，攻击即间圣殿甲即座城，就是传讲恁拄则听到遐个话，搭恁着改变恁的所行所做，听叹上主恁的上帝的话，伊就会改变心意，将伊所宣布要降互恁的灾祸取消。我已经伫恁的手头，恁看要安怎甲我处理，就照恁看做对的、好的甲我处理。毋过恁着较实知，恁若甲我处死，恁即个城一笔遮的住民着担死害无辜的人的性命的责任，因为上主真正有派我来恁遮，将遮的话拢讲互恁知。官员甲全体民众就对祭司甲先知讲，即个人无应该甲伊处死，因为伊奉上主咱的上帝的名对咱讲话。有一寡国内的长老徛起来，对住一个民众讲：希西家王统治犹大的时，摩利撒人米迦对犹大人民讲预言，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锡安会亲像残垣互人落，耶路撒冷会变做土堆，即个殿的山会变做像哪的山峦啊！犹大王希西家甲犹大人民兼有甲米迦处死，希西家兼毋是敬畏上主，有求上主怜悯，上主就改变心意，无将伊原来所讲的灾祸降落。咱即马煞要家己领灾祸。好，多谢。伫耶利米伊来讲出这信息了后，伊即马就去互人骂，佮去互人去互人要定罪要判伊的刑。所以即马要判伊呢，就是伫圣殿遮的祭司、先知、百姓，大家对伊足不满的。总是呢，即马有一个key man key person 就出来，是犹大的官员所以这是第4个出现的人物，就是犹大的官员，这是处理政治上的代志，头前呢也是处理宗教上的代志。所以这个场景呢，就互咱想到耶稣，伊伫这个公会中间，叫大祭司头甲祭司这公会人来定罪，总是带到谁的面前呢？带到彼得岛的面前，爱这个罗马的政府用政治上来甲伊办了。所以这个宗教的罪名，现在要把它衍生扩大成为政治的罪名。犹大的官员就来坐伫上圣殿的新门的门口。那这个新门呢很特别，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门，但是呢，在这个所在变成是一个专有名词可能就是不是宗教上的使用，是政治上的使用。这些先知官员甲人民就讲对官员甲人民就是对这政治人物讲，这个人就该处死刑，以公有言攻击这个城，攻击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城市不利。所以你嘛有听到伊安尼讲，耶利米伊安怎回答呢？讲上主派我传达伊的话，攻击这个圣殿甲这座城，就是传讲恁拄则听到遐话，所以耶利米也很诚实无讲没有错。以上的话就是我讲的因为26章开始，上帝对耶利米讲不可以省略，一个字也不可以删减所以耶利米他就是伊就是老老实实讲无错，这是上帝讲的。然后耶利米继续对他们传道，答应着改变恁的所行所做，听叹上主恁的上帝话，伊就会改变心意，将伊所宣布要降予恁的灾祸取消。所以耶利米在这边的传道，让我们想起使徒行传这个保罗呢有3次的见证然后呢有2次呢其中有一次呢是在君王的面前亚基帕王的面前或是在这个官长的面前，像来为耶稣做见证同款所以耶利米伊嘛是把握这个机会，来抵这个约雅敬当王的第1年，就对约雅敬这些手下的这些行政长官，可能是新上任的或是旧任的不晓得，但是就对应来传这类是算是福音的，嘛是好消息。就是 return 就是有一个 U-turn， 有一个悔改改变，爱悔改安尼呢爱顺叹，安尼上帝就会取消对这个城对这个都市不利的事情。至于耶利米个人安怎呢？讲我已经伫你的手头
看恁安怎甲我处理，叫恁看做对好诶甲我处理。所以耶利米置生死于度外，嘛，互咱了解讲为什么上帝爱耶利米无爱娶囝娶某生囝，因为这时候耶利米大概30几岁伊没有结婚生子，但是他没有后顾之忧。伊若娶某生囝落去呢，检察伊就歹处理啊。毋过这个耶利米原来有警告，恁就确实知，恁若甲我处死，恁这个城以及这个居民就担害死无辜的人的性命的责任了。所以耶利米来告白他是无辜的，他是没有罪的，因为这不是伊讲的，是上主讲的，而且上主真正有派我来恁家，将这个话讲互恁知。好，现在耶利米讲了，伊应该讲了他的答辩，所以这个行政法庭、政治法庭呢，跟宗教法庭就做一个讨论了。结果官员甲全体的民众变成人民呢选边站，前面呢是人民跟祭司先知站在一起，现在呢人民听完之后呢，就来跟官员徛做一边就对祭司先知讲。这人无应该甲伊处死因为伊奉上主咱的上帝名对咱讲话。另外，还有一寡国内的长老徛起来嘛对主持人讲，伫希西家王就是西西家王的时期呢，无立血人米迦就是先知弥迦对犹大人民讲有言讲，上主万军的统帅有安尼讲，谢安会亲像长远互咱落。然后耶路撒冷会变做土堆，这个殿的山会变做树拿的山轮就是会变成荒林荒废的树林这句话是出自米迦书第3章第3章的第12节但是呢，从12节之前咱看弥迦书的头前就是在以色列北国因为这个弥迦跟以赛亚是同时期但是弥迦对不起也是对这个南国来讲预言北国是这个何西阿但是呢，这南国这官长呢因就是将对上帝子民这个没有怜悯，没有行公义没有谦卑的与神同行甚至加工给一口饭他们就喊天下太平。对那些不吃饭的就以战争来恐吓所以就是把人民来这个当做这个操弄的对象然后呢互因安尼来满足自己的想要一集讲城里的官员为贿赂而办案，祭司为津贴解释上帝的法律，先知为金钱占卜。虽然这样，他们还以为上主是他们的靠山，说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致遭殃。所以咱看到在米迦那个时代就已经讲了很清楚，那个还是在西西家当王的时期。所以米迦最后讲的12节这个谢安亲像长远互咱落，耶路撒冷变做土堆，这个殿会变做山轮圣殿山变做是荒林就是从这里而来。但是这个代志有发生无？由西西家他就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有这个亚述的大军攻打包围耶路撒冷差一点他们就被饿死渴死在耶路撒冷里面。但是呢，西西家请先知以赛亚祷告咱在这个历代志也有读到这一段所以呢，上帝就来解救因呢就来逃脱一劫。所以一家的长老检察因要长辈因为听到因的祖先因为这个代志到现在约雅敬当王也不过是100出头年的事情所以因对这个代志要印象讲确实有这个代志那当时是希西家王跟犹大人民因敢有把米迦处死没有嘛无把以赛亚处死嘛没有希西家王敢不是敬畏上主求上主怜悯吗所以西西家确实做了祷告，这个祷告呢也在圣经当中被记载下来，甚至连圣经当时的后代也被记载下来所以18节这段呢是旧约圣经当中很特别的以经解经用先知用先知的话
来解释啊，但是引用的不是先知引用的是官长和百姓，所以旧约当中很难得看到说用旧约来引用，然后成为旧约安尼。所以这段呢，因就是用米迦的讲迄当时希西家王因为基督改变悔改，上主就改变心意，无照伊所讲的降灾祸。咱现在煞要家己抓灾祸吗？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两派的讨论。最后一段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等于是宣告耶利米他有一线曙光，他不用被处死。虽然宗教法庭只爱一系，但是在政治法庭上呢，他们有得到这个长老，得到行政官员的庇护。那为什么行政官员会站这边？这也可能跟约西亚的改革有关呢。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几个人物。最后一段再请秀玲执事带我们来读。第20节，另外有一个基列亚林人，叫做乌利亚，是示玛雅的囝。伊奉上主的名讲预言，甲耶利米同款讲预言，攻击这座城甲这个国家。约雅敬王甲伊的军官员听到乌利亚的话了后，王想要甲伊处死。乌利亚一个听见这个消息就惊，逃走去埃及。约雅敬王派阿吉波的囝伊直拿单带几个人去埃及，甲乌利亚对埃及掠回来，交互约雅敬王。王就甲伊处死，将伊的身体ฮ็伫平民的墓地。毋过，沙番的囝阿希甘保护耶利米，无将耶利米交互人民处死。以上。多谢。虽然看到这个故事变作是两种宗教上的政治的角力和政治的角力当然换做是今仔日就是教会代志加这个法院的代志。即嘛教会有教会的治理权，但是法院是国家授予的他们这个裁量权到底向较对呢？所以伫遮呢就出现一个乌利亚先知是示玛雅的囝。这个示玛雅呢有很多的示玛雅，但是住在基列耶林看着基列耶林就知道讲这是约柜曾经在那边停留好几年的地方所以这是约柜把伫迄个所在所出来的先知所以这个乌利亚呢伊嘛讲同款的预言讲上帝要攻击这个城这个国家，但是呢同款迄个时代约雅敬王听到以后呢就要甲伊处死所以乌利亚一个听到人要甲伊处死就好像那时候的先知以利亚，他战胜了400个巴力先知和450个亚瑟拉的先知，结果皇后耶喜别要爱伊命，伊就走去逃走但是这个乌利亚呢就走去到埃及但是去到埃及呢嘛去用雅敬的派人就是雅各坡的儿子阿吉以利拿单以利拿单出现在耶利米书3次11章，还有今天的26章，还有36章拢有讲到伊就是他等于是王的高级首领伫王身躯边的人就叫人去甲埃及掠回来，佫交互王。王呢完了就甲伊处死将伊的身尸ฮ็伫平民的墓地所以这个强调讲这个乌利亚他是先知传讲上帝的话，正确传讲，但是传讲完之后呢临阵脱逃他没有像耶利米讲死就死吧看恁安怎办就好吧但是恁要知影恁若是害死无辜的人，上帝是会加倍奉还甲恁讨得来但是最后24节沙番的囝这个沙番呢嘛是伫历代志下34章他就是约西亚王时期的书记发现律法书把那个律法书读给约西亚王听的就是沙番讲到伊的囝呢亚西干呢伊就来保护亚利米这亚西干伫历代志当看到伊无将亚利米交予人民来出信可见呢这些的宗教人士呢已经成为政治人物然后他们已经继续在这个犹大国掌权了但是他们在办代志时呢原来还是有叫上帝的话叫先知弥迦的话来处理所以今天这段故事呢真趣味但是要解说背景咱明白以后咱看到亚利米互人钦佩所在
好，很像是耶稣，很像是保罗，好，嘛是耶稣对这个门徒讲的，啊，就是爱受叫人心闷的时阵呢，唔免惊，唔免烦恼，好，就讲应该讲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爱伫上帝面前老实。好，今日的经句呢是伫第3节，好，可能因为听大家人会离开因的邪恶的道路，安尼我就要改变心意，无要因为因邪恶的行为降灾祸给因咯。好啊，愿上帝啊，还有第13节，还有13节啊，当恁着改变恁的所行所做，听探上主恁的上帝话，伊就会改变心意，将伊所宣布要降好恁的灾祸取消。好，所以就是耶利米重复上帝所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好，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听正确听到上帝话，也互咱还是耶利米，会当正确讲出上帝话。更较要紧的，将咱上帝话讲出来以后，好，咱有上帝做咱的倚靠，无惊吓，好，无来得险，好，会当来有上帝甲咱同在。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秀玲执事带咱读圣经，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阁一摆感谢你，互阮会当看见伫耶利米书中间，上帝你将耶利米伊所拄着这个情景，互阮会当来看出。阮就爱安怎样勇敢坚定伫上帝你的话语的顶悬，就是亲像智聪明的人，将厝起伫石盘顶，听到上帝话，阁愿意去实行。愿上帝也看顾阮，特别阮看见伫阮即个世代中间，阮的政府也是阮的这个官员，为着钱所贿赂，对人民无有人民，只有顾家己。这个代志永远在发生的时，就搁一摆提醒阮，这毋是上帝拢当作无要无紧的代志，是上帝看做歹的代志，上帝要审判的事，就互阮搁较谨慎，互阮会当来传上帝的话，互人民、互政府的官员有一个公义的心，有一个谨慎的心，知影上帝的确要审判这一切的罪恶。愿主怜悯，也愿上帝帮助，也祝福阮伫今仔日一切所做所教的。今仔日也有这个上年长辈要去到伫中立参加上年部的年会，也保守大家出入平安，心神灵拢永壮。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谢谢牧师，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多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